各位觀眾大家好，呢度係十字門電視台，本台記者 Northland 向你報道。今日早上9點，東暨十字門海域外有7.8級地震，引發海嘯。交由現場記者報道。呢個係現場記者嘅 Rose， 我哋而家咧正喺海嘯現場附近嘅一處臨時避靜中心之內。我哋喺海嘯嚟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優先選擇去咗避險中心先，因為避險中心裏面有完善嘅設施同埋救援品。而家我哋轉去出面睇下現在個狀況。我哋而家去到咗避險中心嘅室內，天文台現正懸掛緊海嘯預警。喺海嘯落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先去到高處。例如住宅嘅樓頂或者山上面，同時我哋要避免喺岸邊嬉水或者觀浪。而家我哋交翻俾新聞台嘅記者。明白，我哋而家交由地理學教授施先生介紹海嘯的成因。海嘯係一種因為海底地形變動而引發嘅具有強大破壞力嘅海浪。海嘯通常嚟講係由海底或者靠近海邊嘅火山噴發、海底滑坡或者發生喺海底嘅地震喺海洋中引發嘅，極少數係由大型隕石喺海底墜落造成的。當震波嘅動力引起海水劇烈的起伏，會形成強大嘅波浪向前推進，將原來嘅地帶一一淹沒嘅自然現象，稱之為海嘯。多謝施教授嘅講解，讓我哋下次再見。